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的教会设立已经有108栋吼，伫这个年历中间，咱领受上帝恩典，一心期待教会当真正成做上帝所欢喜，互人得到福气的教会。大家可能感觉讲，今仔日题目有一寡奇怪吼，咱教会敢有建堂的计划吼？为什么牧师要分享建堂奉献？其实咱爱理解就是讲，双年教会伫100多栋的历史中间，捌有几若遍建堂的经验。咱来看，这是第一个礼拜堂吼，迄个时阵打起造吼，咱教会打被设立吼，所以礼拜堂的规模较细。然后这是第2个礼拜堂，然后咱来看吼，这是第3礼拜堂。咱即马所组织的这个所在吼，是第4个礼拜堂吼。最近这遍就是第4礼拜堂，咱是伫1971年开始兴建吼，1973年落成哦，这个双联大楼。距离今仔日已经有48栋。当然，咱目前咱的大楼拢也会当使用，而且可能也会当用一段时间。但是咱爱思考一件代志。讲咱做代志，就是爱有计划，爱向前看，爱做准备吼。假使咱20栋，还是讲30栋了要重建吼，就亲像大卫同款吼，伊家己无去做这个圣殿，是伊囝所罗门所完成的。但是大卫为所罗门做一件代志，就是伊先做准备，准备了真侪材料。了解所罗门才会当完成去做圣殿的工作。所以咱来理解来讲吼，可能咱可能20栋还30栋了要重建吼。在座若讲比我年纪较大的吼，咱可能无法度实际参与着后一遍的教会的重建，可能爱有年轻的一辈来承担这个责任。但是总是咱会当做准备啦，咱当做准备，互咱即马开始做准备吼，会当互后一辈的人较容易来完成这个事工。所以若按照教会的计划吼，咱伫后年，就是咱设教110周年的时阵，咱会成立一个建堂基金，互大家开始来为着建堂来做准备。但是今日牧师主要毋是要甲大家讲，要安怎重建教会吼。牧师要甲大家分享2个方向。第一个方向就是讲，为什么要去做教会？去做教会目的是啥物货？第二个方向就是讲，咱要来分享奉献的意义吼。这甲咱的信仰生活有真大的关系。所以要领受上帝话，进前咱当心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互阮伫你的面前来领受你的话。主啊，这是阮用恭敬的心，恳求你亲自对阮讲话，互阮会当明白你的心意，也照安尼去行。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咱今早起所读到的经文是大卫呼吁百姓，为着去做圣殿来做准备。所以咱要透过这个经文来思考讲，第一个方向咱要来思考来讲，为什么要去做教会？当然去做圣殿吼，即就是讲去做一个礼拜堂，甲去做一个教会，这是无共款。礼拜堂是建筑物，教会是一群被呼召的人，就是你甲我。所以咱要对安尼来思想。咱首先来理解就是讲，去做上帝的殿，还是讲去做教会吼，其实是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要荣耀上帝。咱看见着大卫对会众宣告讲，伊讲我的囝所罗门是上帝拣选的，但是伊还阁真少年，欠缺经验，而且伊要完成的工程是非常艰难，因为这毋是要做互人大的宫殿。是为着主上帝所做的圣殿，
所以咱来理解大卫伫遮带以色列百姓讲，为什么要去做圣殿？为什么这个工程遐尼重要？因为这毋是为着人，是为着上帝去做的。当然，伊是咧讲一个圣殿，一个建筑物，但是伊对咱来讲，咱嘛会当来思考讲，这是咧帮助咱去思考教会设立的目的。虽然兴建圣殿是互以色列百姓有一个固定的所在来敬拜这个无所不在的上帝，但是大卫真清楚讲到，起圣殿的目的，毋是为着人的方便，毋是要高举任何人。那是为着上帝，为着上帝荣耀，是为着上帝心意要得到满足，上帝的名要得到高举，要得到彰显，这是非常重要的。咱理解，当初时圣灵教会108当前，而且被设立，是为着要将上帝的福音遍传伫这个社区中间，是为着这个社区的百姓的需要。是为着要伫这个所在来讲起上帝的荣耀来被设立的。相反，咱若要起做一个教会，咱毋是为着咱人的方便舒适，主要的目的就是为着要荣耀上帝。咱如果若起做圣殿的目的是要夸耀家己，讲咱教会偌有能力，会当起做一个大楼，安尼就完全毋对。咱建堂的心思意念，如果咱毋是为着要荣耀上帝，安尼就完全毋对。咱毋是要起做一个富丽堂皇的建筑物来荣耀上帝。而且牧师嘛来讲，富丽堂皇的建筑物无一定会当荣耀上帝。咱是要伫中间的过程中间，一方面去体验上帝的恩典，另外一方面思想咱应该安怎做，才当互上帝得到荣耀。咱安怎利用教会的资源，不论伫硬体、软体的改变，互上帝得到荣耀，互人得到祝福。所以这是非常重要。咱应该爱思考吼，代表讲，我为着上帝的殿已经尽力，尽力。所以咱来检视的就是讲，咱为着上帝的荣耀，咱够尽咱家己的气力。咱每一个人拢爱安尼家己问家己，我为着上帝荣耀，我够尽力，咱够互上帝的名得到荣耀，这是咱第一个爱，因为这是教会设立的一个主要的目的。第二项，那对人的角度来看，为什么要起做上帝的殿？是因为信徒对敬拜的渴慕。咱拄则所读的第3节安尼讲，代表讲我除了准备者以外，也佮对我个人的财产中间提出银仔、金仔，因为我爱上帝的圣殿。那拄则所读的台语的圣经是讲，我羡慕上帝的圣殿。羡慕上帝的圣殿，就是羡慕甲上帝三甲地地，羡慕上帝的同在嘛。所以代表提出家己的财产奉献的动机，是因为伊爱慕敬拜上帝，是单纯对上帝的疼爱表示。因为伊对敬拜的渴慕，自然而然愿意奉献出来，互大家有一个所在来敬拜上帝。伊愿意将伊的金银财米奉献给上帝。亲爱兄弟姊妹，咱因为较想上帝的圣殿，较无敬拜真神上帝。所以咱意爱来到圣殿中间，所以咱起做这个圣殿。所以咱要为着教会的中间来做准备，就是讲，咱来培养咱有一粒爱慕敬拜的心啊。其实伫牧师牧会中间吼，上较有压力的所在就是准备讲章，但是上较喜乐的所在，也是伫敬拜中间去分享信息。因为我每一遍拢会去感受到教会的兄弟姊妹迄种同心敬拜的渴慕，迄种渴慕上帝的话的迄种心志，迄实在是非常水，非常水。咱顶礼拜，牧师甲大家分享台北的第一讲，叫做竞选，对吧？礼拜结束了，
有人来找牧师讲，牧师今仔即个信息吼，甲先咧对我讲的，伊感觉伊亏欠上帝对伊的竞选，伊讲伊爱回应上帝对伊的竞选。咱顶礼拜牧师分享行出悲伤，有搁较济兄弟兄姐来甲我讲上帝的话，伫迄个礼拜中间，互伊的心得到安慰。所以，咱看见着上帝，就是即个礼拜过程中间动工，互每一个渴慕的心会当得到满足。这是咱教会被设立的一个真重要的目的。所以，大笔伊奉献的动机是伊爱慕敬拜上帝。相反，咱爱准备咱渴慕上帝的心，互咱即个礼拜堂真真正正成做真实的礼拜堂。也就是一个敬拜所在，是一个万民祈祷、万民敬拜的殿。咱即马就爱开始准备咱本身，互咱这礼拜堂充满敬拜的氛围，互每一个进入这礼拜堂的人，拢会当得到上帝话的充满、上帝话的安慰、上帝话的带领。这是咱爱明白一个礼拜堂设立的真实的目的。接续，咱就要继续先来讲奉献的代志。咱明白重建上帝一定的目的了后，咱就爱明白奉献的态度。首先，第一个，牧师要甲大家分享就是讲，咱的奉献爱甘愿而且乐意。咱若注意看，咱拄则所读的这段经文你对第5节读到第6节，搁读第9节。搁读14节，拢有2字和合本的圣经拢有出现2字，叫做乐意咱看见着，代表讲，什么人乐意慷慨奉献礼物予上主？叫伊呼吁了所以各宗族的族长、各支族的官长、千夫长、百夫长、王室的财产的主管等等，大家拢乐意。那台语圣经翻译做欢喜啦，大家拢欢喜。奉献本身，奉献这物件出来，然后百姓嘛欢喜，乐意献予上主，大家拢真欢喜，有遐尼侪物件奉献出来，代表王也非常欢喜。所以，这个咱若咧看的时阵咱拄则咧听书会咧读的时阵，出现的就是欢喜。这个奉献的过程，大家拢真欢喜，就是甘愿甲乐意的奉献是上帝所欢喜，也会带予人真大的喜乐。所以，这奉献得到感答的一个真重要的观念，就是咱爱甘愿，而且爱乐意。新约圣经中间保罗伫哥林多后书也提起着上帝的百姓爱用一种欢喜乐意的心态来使用家己的金钱。咱看见着这2段经文这2段经文其实毋是咧讲奉献，伊是讲对着需要的人的帮赞。所以保罗咧俄罗这个马其顿的教会对圣徒的帮赞，伊讲因是照着力量，而且也超过力量，家己甘心乐意的关注。第9章的第7节讲恁逐人爱随本心所定着的，毋通烦恼，毋通勉强，因为关了乐意的是上帝所欢喜。这段伊是咧讲对需要的人的关注，毋是指奉献，但是嘛当互咱对这个中间去看出咱对咱所拥有的金钱的态度啦。所以经文中间讲，恁逐人都爱随本心所定着的，毋通烦恼，毋通勉强，因为关了乐意的人是上帝所欢喜的。保罗咧解说一个乐意的捐献，无应该伫外在压力中间勉强献上。一个乐意的奉献，嘛毋是一时冲动的奉献，需要搁反悔。这乐意的奉献是安那？经过祈祷思考了后的决定，所定着的、所产生的一个行动。
意思就是讲，咱伫祈祷中间，伫圣神的帮助下面，咱照上帝的意思来做心中的决定啊，将心中的决定化作行动来奉献。因为咱的意思是甲上帝的意思一致，所以咱是完全然喜乐的。啊，这过程中间咱咧奉献的过程中间，敢会有挣扎？当然有一寡人会有挣扎。为什么有挣扎？因为当上帝的意思甲咱的想法无共款的时阵，咱有的人咱本身有时无愿意顺服，就有挣扎嘛。咱抓做，咱伫咱的金钱顶面有主权，所以咱咧使用的过程中间，咱会有挣扎。其实咱并毋是咱手中的金钱的主人，上帝才是主人。所以代表明白咱的错误的观念，所以伊才会伫今仔日的经文中间。提醒咱讲，因为万物拢是你所想事的，阮不过是将属伫你的呈现互你。阮将这一切财宝带来，要去做一个圣殿，通好荣耀你的性命。这一切拢是对你遐来，也拢是属伫你的。所以代表真清楚咧，咱讲咱手中所拥有的，毋是咱的主权，毋是咱，主权是伫上帝。咱是管理权，咱是上帝奴仆，所以做一个奴仆，伊要管理主人予伊的这个产业，名管理，就是要照主人的意思嘛。所以咱伫这个祈祷的过程中间，就去调整，互咱的想法甲上帝的想法一致的时阵，当咱顺服的时阵，咱就甘心乐意去奉献。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咧吟圣诗306首咱每一遍奉献了的时阵，咱拢会吟这首诗歌。其中这段经文讲安尼，这段诗歌讲安尼，讲我的资源献互你，用出拢趁你旨意。因为这是上帝的钱嘛，献互上帝，用出拢爱趁上帝的心意。我的财情你想事，甘愿行你做器具。意思讲，咱所有的拢是对上帝来的嘛。咱是上帝予咱的，所以咱今仔日只是将上帝予咱的行一部分予上帝，叫伊的心意放伫伊爱使用的所在。所以咱还真清楚，如果咱若有清楚这个观念了，咱的奉献咱就会甘心乐意。而且代表搁进一步来提醒咱。奉献毋是奉献金钱尔，奉献是一个全人的献上。咱来注意看一节圣经是第5节，第5节咱若看和合本的圣经，伊是安尼翻译的，讲今日有啥物人乐意将家己献予耶和华？咱台语的圣经嘛翻译了真好，伊讲今仔日有啥人欢喜将本身献予耶和华？所以伫遮伊毋是咧指啥，毋是咧指金钱财物的奉献，伊是呼吁百姓将家己献上啊。换一句话就是安那，互上帝有伫家己的身上有完全的主权，咱爱将咱本身完全献予上帝。所以有一个牧师讲讲上帝毋是爱咱的钱啊，奉献毋是上帝爱咱的钱。是爱咱的命啦，是爱咱的人。上帝爱咱全人奉献予伊，奉献家己比奉献金钱较重要。新约中间保罗嘛有类似的教导，伊讲兄弟姊妹啊，既然上帝遮尔怜悯咱，我肯定将家己当作活活的祭物献予上帝，专心侍奉伊，互伊欢喜。这就是恁应该献上真实的敬拜。所以保罗咧讲敬拜中间，咱拢会有一个奉献嘛。奉献咱拢想讲奉献就是奉献金钱尔，毋是安尼。保罗鼓励咱爱将咱本身的心志，都完完全全奉献。所以奉献了，牧师会甲大家祝福对无？祝福就是一种切恳，就是讲咱礼拜这毋是结束是牧师来大家祝福了，大家出去了，
就爱照恁伫礼拜中间领受的安尼去行，互咱的生命每一时每一刻拢奉献互上帝，来荣光上帝。这才是真实的奉献。所以真实的奉献，毋是金钱的奉献尔，是全人的奉献。而且教会中间的奉献是全体的参与。今仔日的经文，甲咱讲，伫起造圣殿中间的奉献，是以色列百姓全体拢参与的。大比是做君王的，所以伊大声声奉献，然后伊阁呼吁这个领袖、这个千夫长、百夫长、族长，大家来奉献。奉献了，百姓嘛做伙来奉献。所以是所有的人拢参与伫这个事工中间。所以咱来理解一点，就是讲，其实上帝伊爱咱每一个人拢参与伫教会的事奉中间。伊无在伫咱讲，咱奉献是多少，是在伫咱够真心要参与伫奉献。我来看咱的教会的历史中间吼，咱咧起做第3礼拜堂的时阵。迄阵毋是干那当时的中级出了真侪力量，真侪迄个时阵少年人嘛付出家己的力量。我相信咱在座抑阁有一寡年长的人长辈过去捌参与过比如讲，我即摆互大家看即个图我看着迄个历史中间咧讲，迄个时阵大家为着要募集金钱来起造教会所以因头先做一件代志，就是做资源回收啦收迄个歹糖旧车去卖卖了将迄钱来献互教会。也有当时一寡青年，因为当时咱知迄个时代这是1949年的时阵，电影抑阁无真风行咱有的青年去租迄个中山堂来播电影真力去鼓吹卖票，全体拢来参与。我过去伫台南服侍的时阵我嘛有做伙中建教会，伫中建的过程中间，连迄个细汉囡仔伊嘛摕一个钱筒等于欠了较摕伊的钱筒来教会奉献。每一个人拢参与。有的人讲我都经济上较无法度，咱会当奉献咱的能力比如讲咱会当为着教会祈祷，还是讲教会需要的所在，咱就去帮衬。每一个人拢来参与这是上帝所欢喜的，是全体的事工。因为这是咱每一个人拢组成这个教会，每一个人拢有责任。最后一项牧师要甲大家分享的，就是讲，上帝伊爱咱奉献的态度，就是讲，咱来常常存在迄种奉献的意念。咱看见着18节中间安尼讲，大必替百姓祈求，讲求你互你的百姓常常存在即款的心思意念，坚定因的心归向你。意思讲，咱常常甲上帝有真好的关系，咱嘛常常存在着迄个奉献的意念。特别为着伊的百姓向上帝祈祷，互因会当存着一粒永远乐意向上帝奉献的心。因为奉献毋是一摆奉献是一生的，是随时的。所以咱伫教会中间，咱看见着倒位有需要，咱就会当参与伫迄款的奉献，互咱的奉献会当满足上帝的心意，也互咱领受祝福。愿上帝亲自赐福保守看顾咱同心来祈祷。求的主，愿感谢你的恩典，透过你的话，愿明白去做教会是为着要互你的名得到荣耀，也满足阮敬拜的渴慕。恳求主你赐福保守看顾，互阮伫每一遍的礼拜条件你的过程中间，就领受你的祝福。主啊，阮也恳求你帮助阮，互阮学习奉献真实的态度，互阮用正确的奉献态度，互阮本身领受祝福。恳求主赐福保守看顾，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